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段經文都頗長嘅，喺提摩太後書第3章。提摩太後書第3章，我哋就讀晒成章嘅經文啦。我哋會成章讀晒佢嘅，得唔得？好，咁咧就我哋又分開啦嚇，女士、男士咁讀啦，好唔好啊？女士咧就請讀第1節至到第9節，男士咧就請讀第10節至到第15節，16、17咧我哋一齊讀啦，好嘛？好，請女士先讀。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墮道，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那偷進人家，擄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貪腐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從前雅尼和楊比怎樣敵擋摩西，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他們的心地壞了，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展露出來，像那義人一樣。男士啦，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難。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從這一切苦難中，主都把我救出來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裏，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一齊，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今日透過呢一章經文咧，同大家分享個題目係艱難中嘅出路。艱難中嘅出路。咁啊，琴日去咗聯會嗰個即係新春團拜啦，同啲教會嘅傳道人傾下偈。咁啊，其中一個傳道人咧講開嘅時候，佢就話：唔知點解咧，而家咧啲弟兄姊妹咧，即係唔似以前咁啊？點解咧？以前嗰啲弟兄姊妹咧都幾聽話噶嘛，係咪？即係順服啊，乖乖地。但係而家咧唔係嘅喎，咁而家咧即係你講一句咧，即係就一言九鼎啊嘛，咁即係又肯定會反你嘅咁樣。即係即使唔反你都好啦，就覺得唔一定係咁嘅，跟住咧又即係講好多。有少少就係表面上好似聽傳道人講嘢，但係背後咧唔係好聽嘅咁。咁即係一路講嘅時候，好似好多人都認同喎咁。即係我哋成日都唔中意講一句説話，叫做一代不如一代咁因為點解咧？咁即係每一代都唔同啊嘛。咁所以如果研究社會學嗰啲咧，就話唔應該講一代不如一代嘅，係一代唔同於一代咁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就係即係 Alpha 世代啊嘛，係咪 Beta 世代？而家嗰啲 Alpha Beta 咧就唔係 Gen C 咁簡單噶咯嚇，係咪咁咧？即係我哋話如果咁咧，我哋而家越遲出嚟侍奉咧，我哋面對嘅艱難越大嘅喎，即係講得衰啲，個風險越多嘅喎咁因為即係好難喎，係咪咁咧咁？
嗱，即係當我諗呢個問題嘅時候，雖然咧過去我一直都諗緊，真係會即係有一代不如一代啊！即係當然我諗緊嘅係即係傳道人啦嚇，即係唔係諗緊弟兄姊妹啦，因為咁啊，即係傳道人好似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我哋嗰陣時受訓練，哇幾廿年前即係受訓練嗰種嘅訓練模式，或者嗰種嘅即係思想模式，同今日似乎係有好多唔同。但係我就諗緊，如果我睇翻聖經咧，其實從來侍奉都唔容易嘅。你睇下聖經一路講緊嘅嗰種侍奉係點咧？即係如果你呢個學期或者呢年你聽我一路講俾呢個提摩太後書咧，你就發覺其實喺保羅時代，當佢勸勉提摩太侍奉嘅時候咧，佢已經話緊喺當時佢面對緊嗰個侍奉嘅環境幾咁險峻，幾咁艱難。嗱，所以當第3章第1節咧，佢同提摩太點講咧？佢話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嘅日子來到。嗱，大家知道末世咧就係 last days 啊，英文就係咁，即係唔係嗰一日，唔係主作來嗰一日，係主作來嗰一日之前嘅一段時間，最後嘅日子啦咁。佢話有危險嘅日子來到喎咁。嗱，當然如果你講危險咧，即係好似真係危險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查翻原文咧，危險呢個字咧，基本上佢係譯做即係艱難嘅時候 ，hard times。嗱，呢個危險或者個艱難咧，其實好即係有另外一個譯法好誇張嘅。喺馬太福音第8章講到咩？有兩個被鬼附嘅人，佢點形容咧？佢話呢兩個被鬼附嘅人咧，即係離開即係大眾咁住嘅，就於是形容就係甚是兇猛。即係如果我用呢個翻譯咧，哇都幾緊要喎！保羅話喺末世嘅日子必有兇猛，末世必有兇猛嘅日子來到。嗱，佢用兇猛去形容，咁點解兇猛咧？咩兇猛咧？咁嗱，如果你諗兇猛咧，好自然咧，可能諗緊即係呢個嘅彼得後書講緊就撒旦啦，好似即係咆哮嘅獅子，遍地遊行尋找我吞吃啲人啊嘛，咁獅子撒旦梗係兇猛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呢段經文咧，保羅佢話兇猛咧係因為原來喺教會裏邊有人嘅問題。我上次咁形容呢啲人嘅問題係咩咧？就唔係普通弟兄姊妹嘅問題，係有啲敵對嘅領袖嘅問題。嗱，點解我形容敵對嘅領袖咧？係因為去到後邊，當佢喺度講嘅時候咧，佢講到呢啲人係點啊？嗰啲人係敵擋真道，敵擋真道。嗱，敵擋即係敵對。如果我哋用另一個詞彙講咧，就係即係 opposite to 嚇，佢係一個 opposite 嘅人，或者 opponent 係同你反對嘅嚇，即係你企喺左，佢企喺右，佢係同你對立嘅咁樣。咁呢啲係領袖嚟嘅喎，因為你睇翻前面嘅描述，佢係去到教人哋真理嘅喎。不過最後結果就係使到嗰啲人常常學習，終究不能明白啫，係咪？即係咁啊嘛。咁所以呢啲人有咩特性咧？呢啲嘅敵對者有咩特性咧？咁嗱，如果你睇翻第2節至到第4節咧，佢就用咗好多唔同嘅形容詞描述。嗱，今日我唔會細分，即係講好多。不過我講到呢度嘅時候咧，每我就諗緊，其實佢一開始同埋結尾講呢個大嘅嗰啲嘅即係內容嘅時候咧，佢頭尾咧都係即係好首尾呼應，或者你可話咧係好對應。點解咧？一開始佢話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嗱，如果我哋睇原文咧，其實呢兩個字咧係兩個字嚟嘅，佢係用緊即係有另一個翻譯嘅，即係其實一個字就係第一個字係咩 ？Lovers of self， 即係專顧自己，即係話自己的愛人。第二個咧貪愛錢財就 lovers of money， 即係話呢啲人係點咧？係愛自己嘅愛人，即係愛自己啦，錢財嘅愛人。Lovers of money， 最後嗰兩句咧係點咧？佢話嗱，如果我哋中文翻嚟就係愛宴樂不愛神。嗱咁啊，原文咧或者英文嘅翻譯係咩咧？係 lovers of pleasure rather than lovers of God。lovers of
pressure rather than lovers of God。嗱，如果我對應用 ABBA 咁樣對應，第一個係咩咧 ？Lovers of self， 即係人如果係愛自己咧，咁就最尾係咩 ？Rather than lovers of God， 咁你好自然就唔愛神咯，係咪？你愛自己，你點會話愛神咧？好啦，然後第二個對稱係咩咧？愛錢財，貪愛錢財 ，lovers of money。咁當一個人 lovers of money 嘅時候咧，點解你要咁多錢啊？咁你梗係 lovers of pressure 啦，係咪？你梗係中意 pressure 咁啊嘛。嗱，雖然呢度中文亦叫宴樂，但係如果你用 pressure 咧，我相信比宴樂更加闊嘅，係咪？即係我係 lovers of pressure， 好中意歡愉嗰種咁樣嘅情況。好啦，咁當中間嗰啲咧，嗱，我唔會逐個講，不過咧，你睇落去咧，哇，點似個基督徒啊？唔似喎，即係如果嚴格啲講咧，似個黑社會。你睇，哇，點啊？呢啲人點啊？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舌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賣主萬有，任意妄為，自高自大，黑社會咯，係咪？即係基督徒，你咁樣形容真係好弊喎，咁係咪？但係原來保羅就喺呢度咁樣嗰啲嘅情況去形容嗰啲咩？嗰啲敵對嘅領袖。所以我哋話原來呢啲敵對嘅領袖之敵對係因為本身佢哋嘅生命、個人生命係敗壞嘅，佢個人嘅生命係敗壞。咁如果我哋套用話，喂，今日喺教會裏邊有冇啲領袖係個人生命敗壞咧？你可以諗一諗啊！嗱，個人生命敗壞帶出嚟嘅就係侍奉嘅生命都敗壞咯，係咪？所以跟住第5節嘅上半節，佢點形容咧？佢話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呢啲人係有敬虔嘅外貌。咩叫敬虔嘅外貌咧？有啲翻譯佢咁講嘅，佢話敬虔嘅外衣，卻背了敬虔嘅實意。咩叫敬虔嘅實意咧？咁嗱，咁即係如果我又用原文咁講咧，就係佢話背了敬虔嘅實意咧，其實直譯就係咩咧？係否定敬虔的能力，否定敬虔的能力。咩叫否定啊？即係 ignore 咯，即係唔去追尋，或者係佢唔去尋求敬虔嗰種嘅能力。敬虔有冇能力咧？嗱，如果我調翻轉咁諗，一個敬虔嘅人，佢係咪淨係外表敬虔，而佢唔能夠真正發揮到或者體會到敬虔所帶嚟嗰種嘅能力咧？咁嗱，我嘗試用另外一個表達方法，就係原來呢一種人，佢因為個人生命嘅敗壞嘅緣故，以致影響到佢喺信仰嘅生活裏邊咧，就只係外表嘅啫。點解啊？領袖啊嘛，領袖我梗係要有外表嘅敬虔啦，係咪啊？即係做院長成日要帶祈禱啊嘛，啊請院長祝福，請院長帶祈禱咁啊，因為未預備好都啊照祈啦咁，祈咩禱啊？咪都係嗰幾句啦，講嚟講去都嗰啲三幅屁嘅啫，係咪？即係點啊？即係你唔一定話啊，我諗下我應該要祈咩禱，係咪？咪照祈禱咯，因為你叫到院長祈禱都唔祈下咁。但有時人會面對一啲咁嘅情景㗎嘛，係咪？咁但係即係當然呢個係即係我哋臨時冇辦法啦，咁係咪？啊，即使係你預備咧，你都唔會寫篇祈禱文照讀㗎嘛，係咪？因為我哋唔係嗰啲即係禮儀教會啊嘛，我哋唔會照讀祈禱文㗎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會唔會用心去真係去祈禱咧？嗱，佢話否定咗敬虔嘅力量或者能力啦，即係 power 嗰個字係 dunamis 啊，即係能力嗰個字咧，我就覺得如果我用呢個説話講就係呢啲人咧就係空有信仰嘅外表或者空有信仰嘅知識，但係佢冇辦法去體現或者去活出信仰嘅力量。佢冇辦法去活出信仰嘅力量。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講就係佢冇信仰經歷，佢只係講信仰嘅知識。嗱，即係你發覺呢個就好弊。一啲嘅領袖，如果佢點樣係一個敵對者咧，佢唔係唔知真理嘅喎。
嗱，如果你話佢唔知就當佢無知啦，係咪？即係聖經都唔熟，你講咁多就咩？佢可能好熟嘅，不過佢好熟都好啦，但係佢冇經驗過。嗱，我哋知道信仰或者我哋嘅即係聖經，唔係淨係一啲白紙黑字嘅嘢，唔係淨係一啲信仰嘅理念，唔係淨係一啲嘅神學觀念。而係呢一啲嘅信仰，呢啲嘅神學觀念咧，係可以喺我哋生命裏邊去體驗到出嚟噶嘛？係咪？即係話我哋嘅信仰能唔能夠體驗到咧？咁嗱，呢個好重要。一個領袖佢自己本身喺信仰上面有冇經歷咧？嗱，有時即係用一個咁講咧，你發覺有時好多傳道人去講道咧，都係講好多道理嘅啫。但係如果一個傳道人佢喺講嘅道理上面，佢自己本身有經歷咧，佢嘅分享好唔同。咁如果係單有知識外表卻沒有經歷咧，可能去到呢個地步啦，就係有敬虔嘅外貌，卻否定咗敬虔嘅力量。點解好強調敬虔嘅力量咧？坦白講，信仰可以只係一個理論嘅啫 ，work 唔 work 咧，就視乎能唔能夠喺你身上邊去活出嚟。我最近有會友面對一啲都幾艱難嘅問題，咁我就唔講咩問題啦。咁又經過輔導，又經過好多人同佢傾偈，佢自己都尋求幫助，去傾好多嘢都解決唔到嗰啲問題。咁我都同佢傾嘅時候，我都解決唔到，因為唔係單單淨係一個人嘅問題，牽涉到好多問題。咁於是我就嘗試約佢做一樣嘢，我就話不如咁啦，我一個禮拜有一日嘅晏晝，我同你一齊禁食祈禱，去經驗下祈禱係咪可以幫助去處理呢啲問題。嗱，我哋話祈禱好勁噶嘛，係咪？我哋信仰，哇！你透過祈禱乜都得噶嘛，因為上帝可以透過呢啲去做工噶嘛。你有冇經驗到咧？嗱，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同佢傾都已經冇偈傾啦，已經即係冇。你學輔導又好，學聖經又好，講晒佢都知嘅，但係個問題解決唔到嘛。咁我就話，不如我哋一齊禁食祈禱啦。嗱，雖然我唔係一個好靈恩嗰啲人啊，即係我唔係好推崇一定要禁食祈禱嗰啲人。不過我覺得其實聖經有講噶嘛，咁我哋能唔能夠去體驗呢一樣嘢咧？嗱，其實我唔知結果係點嘅，但係我就同佢一路分享嘅時候，我話係啊，如果聖經係講呢一個咁嘅祈禱嘅時候，我哋咪去透過呢一種嘅操練，我哋去經歷下神咯，我哋去親近下神咯，我哋去聽清楚神嘅心意咯。究竟神喺呢件事情上邊，佢點樣對我哋講說話咧？嗱，我就發覺有好多時候，我哋可能係忽略咗呢種信仰嘅經驗啊！我哋只係講信仰嘅理論。如果係咁咧，就好弊啦，因為冇實踐咧，呢個信仰只不過係理論嘅。嗱，呢啲敵對者面對嘅問題就係咁啊嘛，佢個人生命嘅敗壞帶嚟嘅就係因為佢只係有信仰嘅外表，而去忽略咗信仰嗰種能力。你諗下，如果信仰嘅大能，耶穌點講啊？佢話如果你有信心啊，叫呢座山移到海中間啊，都可以啊咁。我哋成日解經都話，呢個係誇張法嘅啫，根本冇可能啦咁。咁誇張法都好啦，佢係咪講緊信心嘅大能咧？嗱，呢種人，呢種敵對者，佢冇咗呢種生命嘅操練，冇咗生命嘅敬虔。第三樣咧更加弊嘅就係佢係敵對真理。所以第6至第8節咧講到呢啲人咧，佢話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嘅就係呢啲人啦。咁呢啲人點啊？其實係引誘婦女，令到婦女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所以就好似即係從前呢兩個人啊，亞尼同埋楊比，佢哋敵擋摩西。嗱，當然呢兩個人即係聖經都要出現啦，冇人知道係邊兩個啦。即係有啲人就話其實可能係法老嗰啲術士即係同摩西鬥法嗰兩個。即係 anyway，總之佢哋係敵擋摩西啦。咁結果就係咩咧？
佢哋都變做敵擋真理。聖經話，他們的心地壞了，所以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好得意嘅，佢喺真道上係可廢棄。原來可廢棄呢個字咧，又好得意。佢嘅翻譯咧係即係我睇過一個英文翻譯，我都幾得意。呢個翻譯係咩咧？就 disqualify， 或者咧有另外一個翻譯就係咩咧？係 fail to pass the test， 即係話考試唔合格，測驗肥佬。喺真道上面嗱，呢個真道咧同前邊講敵擋真道，唔係嗰個終久不能明白真道嗰個真道唔同啊！即係前面個真道就係 aletheia， 即係 truth， 即係真理。而呢個真道咧係用 pistis， 係信心或者叫信仰。即係話原來喺信仰上邊係唔 pass 嘅。當呢啲人佢好似講緊信仰，好似同人哋講緊聖經、查緊經嚇，但係咧卻係令到人哋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嘅。呢個係一個好可悲嘅現象。所以我話：咦，其實今日好可能都有呢啲情況嘅喎。唔係傳道人都話我講聖經，我同你查經。但係當你同人查經，你講聖經，係咪讓人終久不明白真理咧？即係呢個明白係指咩咧？我就覺得呢個明白應該係知道你唔單止係明白聖經，而且係透過明白聖經有生命嘅改變。呢個係好重要。所以嗰啲人最後點解係好艱難？點解成為一個敵對者？因為如果你真係講聖經，如果你真係尋求真理，佢哋咪同你敵對咯。佢哋就係你嘅敵對者啦。所以佢勸勉提摩太喺艱難裏邊點樣尋求出路咧？我相信大家都明嘅。聖經咧從來唔會話將呢啲艱難挪開。即係當呢啲人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聖經從來我哋祈禱啦，求神幫助啲人離開啦咁，即係從來冇啊。只不過係當真係面對啲艱難嘅時候，佢就提醒提摩太，你要自己好自為之，即係你自己要建立自己，操練自己。點樣操練自己咧？嗱，喺第10節以後嗰段經文咧，我就覺得佢有即係三樣嘢。第一樣係咩咧？佢話你要明白神會最終出手嘅，即係你要相信喺咁艱難嘅日子裏面，神會最終出手。嗱，其實喺前面第9節已經有。第9節佢話：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啊，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佢哋最終都會敗露，佢哋最終都搞唔掂。然後第11節。佢話：當我面對緊呢啲逼迫嘅時候，忍受緊嘅時候，佢話：但從這一切苦難中，主都把我救出來了。喺艱難嘅裏邊，原來主會救出嚟嘅。然後跟住第13節，佢話：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但係唔緊要喎，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上帝係公平嘅，上帝會做嘢嘅，所以第一樣我哋要相信喺艱難嘅日子裏邊，其實上帝會出手嘅，唔使咁擔心，亦都唔需要咁刻意要對抗啲乜嘢。第二咧就係要守住所學嘅真理，要守住所學嘅真理，守住所學嘅真理又有兩方面。第一方面係咩咧？就係你好強調，或者今日喺神學院咧，你要強調，你要留意咩咧？你係點樣學？你係跟邊個學？嗱，所以第10節佢話：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等等，你已經服從了。嗱，呢個服從了咧，就唔係真係我服啦。原來呢個字咧本身咧係可以咁樣嘅翻譯咧，就係 follow closely。即係緊緊跟隨，或者係跟隨一邊，因為佢呢個動詞咧係一個複合動詞嚟嘅。個動詞就係跟隨，
啊。然後跟住咧，佢有個介詞就係 para， 即係 alongside with 啊，即係一路行一路跟住，即係話你知道你跟緊咩嘅師傅。然後第14節，佢話但你所學習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裏，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嗱，咁呢個跟誰學的咧，好可能係講緊第一章。保羅話你心裏邊無偽之信，呢個信係先喺你外祖母羅爾同埋你母親友尼基心裏邊，我深信也在你心裏。即係話原來佢一直以嚟呢個信二代，佢知道以往佢嘅信仰嘅成全係乜嘢，同埋佢睇到保羅嘅榜樣，即係話呢兩樣嘢你要留意。所以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喺神學院唔係淨係讀聖經㗎嘛，係咪？都係學下唔同嘅人，佢點樣去實踐聖經，點樣去侍奉。除咗老師之外，同學之間都係一個互相效法嘅對象嚟嘅。OK， 最後一樣咧，就係你要確認聖經嘅真理，你要認定聖經嘅真理。因為第15節佢話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嘅智慧。然後咧，聖經都係神所默示嘅。嗱，呢度我哋都熟啦。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嘅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嘅善事。嗱，所以我話原來聖經唔係一個理論，係因為透過你所認識嘅真理咧，係能夠讓你生命改變嘅。所以聖經係神所默示嘅，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係有益嘅。所以當大家喺神學院學習嘅時候，我相信喺神學院咧，唔能夠講晒所有嘅招數俾你聽。哇！將來面對侍奉嘅時候有咩問題啊？呢招點拆？呢招點拆？呢招點拆？其實好難嘅，因為一代過去，一代又來，係咪？即係每個唔同嘅世代有每個世代嘅特色。今日我哋教你嘅嘢，可能已經 outdate 都未定啦。點解啊？因為我哋都唔係 Gen Z 嘅。我哋都唔係 Alpha 世代嘅，我哋唔知咩世代啊，嗰陣時唔知點形容啦。但係當你面對一個新嘅世代嘅時候，你未必喺神學院學到所有嘅 practical 嘅嘢，係咪？但係你要學嘅係咩咧？就聖經嘅真理，因為聖經嘅真理係歷久常新，係唔變嘅。佢係可以幫助我哋面對，而呢個真理唔係淨係理論嘅知識。而係點樣可以喺唔同世代裏邊去實踐出嚟，以致人嘅生命係會改變，唔會令到人哋敗壞生命，亦都唔會令到人哋只係有敬虔嘅外貌而忽略咗敬虔嘅力量。因為你實踐嘅時候，你就睇到原來聖經都係俾我哋有嗰種能力去活出嚟嘅。求主幫助我哋一齊祈禱。主耶穌，我哋感謝你。因為我相信，好似保羅咁講，我哋如果能夠從小明白聖經，我哋可以因信基督耶穌嘅時候，我哋有得救嘅智慧。我哋更加明白聖經係神所默示嘅，唔係單止一啲嘅理論、一啲空談，甚至係一啲神學觀念，呢啲都係。但係我相信呢啲嘅觀念、呢啲嘅理論係幫助我哋更加曉得喺生命嘅裏邊去經驗信仰裏邊嗰個實在，我哋信仰裏邊嗰種嘅能力，正如聖經話，福音本係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福音係好簡單嘅道理，但係原來背後卻係顯示咗神救人嘅大能喺當中。求你幫助我哋，唔單止幫助我哋好好嘅明白聖經，更加讓我哋好好嘅經驗聖經嗰種嘅大能，以致我哋能夠唔單止學，更加活出聖經嘅真理。喺一個艱難嘅服侍嘅當中，我哋唯一嘅出路就係我哋持守你俾我哋嘅純正，以致我哋能夠繼續努力嘅侍奉。多謝主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好，大家默禱之後可以散會。